来看婚姻的消息，婚姻的四湖草莓青龙，一个叫做吴一婷的人，为了带动乡内这个艺文活动甲观光，特别邀请婚姻县内各地青年，就是少年头家，做伙来到伊的草莓园举办这个在地艺文美食的飨宴。除了会使买草莓以外，更有创意的餐车到现场提供好食的料理，嘛邀请到在地音乐教室来表演，好真的游客受什么体验。 四湖乡以农业为主，艺文的活动较少。在地种草莓的农民吴一婷，为了让更多人来熟悉故乡，举办在地艺文美食的活动，邀请县内各地青年党和艺文团体做伙来参加。 我们今天邀请了那个吉他表演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市集，还有小农，大家一起来这边做这个活动，这样哦。 业者对这个活动真支持，对因推广的产品嘛真有帮赞。艺文团体嘛加一个下档表演的舞台。光是它的场域，还有它的草莓这个品相很吸引，就是那全家大小很适合来这边玩。我今天已经补了2次货，然后都卖完了。活动除了让在地民众来到热闹，真侪外地游客嘛拢来这佚佗行踏，那囡仔生啊真欢喜，大人嘛借这摆机会来放松心情。另外，在地兰花艺会反应真好，主办单位讲，这个活动未来会继续举办落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